性格軟弱嘅人最大嘅盲區唔係膽量唔夠，而係從來冇為自己設計過一套行為系統。你以為自己係性格問題，其實係你冇建立過屬於自己嘅人格資產。今日我要同你講點樣用三維架構徹底重塑你嘅行為模式。改變性格就好似升級系統，你要改嘅唔係某一個檔案，而係整個運作邏輯。大部分人以為靠意志力就可以變強，但意志力係最唔穩定嘅資源，佢會隨住情緒波動而消耗殆盡。真正有效嘅做法係建立三維人格系統。第一，維繫邊界資產，即係你要為自己設定清晰嘅行為底線，咩可以妥協，咩絕對唔妥協。呢個唔係臨場發揮，而係提前配置好嘅。第二，維繫行動資產，你要將每一次拒絕、每一次主動、每一次突破變成可量化嘅行為清單，就好似儲蓄咁，日日累積。第三，維繫關係資產，你要識得篩選你嘅社交圈，邊啲人係增值你嘅，邊啲人係消耗你嘅，呢個係資產配置嘅核心邏輯。當你將性格改造當成一項系統工程嚟做，你就唔會再依賴所謂嘅意志力，而係靠結構自動運作。你每一次妥協，其實都係喺削弱自己嘅人格資產，呢種損耗係不可逆嘅。我見過太多人覺得自己係為咗和諧先退讓，但實際上係喺用自己嘅尊嚴同價值去換取一啲毫無意義嘅認同感。點解你咁易俾人欺負？因為你從來冇建立過邊界成本。當你拒絕一個人嘅時候，對方要付出嘅代價係零，咁佢自然會一次又一次消費你。但係如果你每次拒絕都清晰堅定，對方就會知道消費你係有成本嘅，自然就唔會隨便開口。你要明白，軟弱唔係性格缺陷，而係你長期冇經營自己嘅人格資產組合。你唔係改變唔到，而係你從來都冇用正確嘅方法去改變。真正嘅強大唔係對抗軟弱，而係建立一套唔依賴情緒嘅行為系統。你唔需要每次都同自己打心理仗，你只需要設計好規則，然後按規則執行。就好似資產配置，你唔會因為今日股市跌咗就改變長期策略，你只會根據既定嘅配置比例去調整。性格重塑都一樣，當你建立咗邊界資產、行動資產、關係資產呢三維架構之後，你就唔再係靠意志力硬撐，而係靠系統自動運作，呢個先係真正可持續嘅強大。性格唔係天生注定嘅，而係你每一次選擇累積出嚟嘅結果。關注 Jackie，用資產配置嘅思維重新設計你嘅人格系統，唔係改性格，係升級你嘅人生作業系統。